以赛亚书第1章，下面是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。这是乌西雅、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，伊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犹大的邪恶，天啊，着听；地啊，着注意听，因为上主讲：我养育囝儿，甲因饲大汉，因竟然背叛我。牛捌家己的主人，如会认得主人的座。毋过以色列毋捌我的子民拢袂晓想。唉，犯罪的民族，罪恶极重的子民，作恶多端的族类，行为败坏的子孙，因气杀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拢活转身离开伊。是安怎恁爱阁受鞭拍？是安怎恁要继续背叛？恁规粒头壳拢有病，规个心拢受伤，对头到骹无一位健全，拢是伤痕、乌青、得流血的空喙。空喙还未洗清气，还未包扎，嘛还未用油抹。恁的国土趴远，恁的城市互火烧毁。恁亲目看到残垣，互外国人吞食，互青云人吞打，变做荒埔。只有剩耶路撒冷留地，亲像葡萄园内的草寮啊，刺瓜仔园内的草边啊，亲像一个受围困的城。若毋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甲咱留几个剩落来的子民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遐害，亲像蛾摩拉遐惨。恁遮的索多玛的官长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；恁遮的蛾摩拉的人民啊，着注意听咱的上帝的教示。上主讲：恁献遐侪祭物互我，有甚物路用？我无稀罕绵油港的烧化祭，肥足足的精生的油，我真厌。我嘛无介意牛港、羊羔甲山羊港的血。恁来条件我，是啥人叫恁带这的精生来吞踏我圣殿的埕？毋通阁摕无路用的祭物来，香的味我真厌恶。初一、安息日、吊节的聚会，我忍袂牢。我袂当容忍恁犯罪，阁守严肃会。恁初一甲定期的做庆，我非常讨厌。食的拢变做我的重担，我真烦，无爱阁担。恁手举悬悬祈祷的时，我会目睭毋看恁。恁祈祷偌侪遍，我嘛毋听，因为恁双手拢抹着杀人的血。恁着洗互清气，着除去一切邪恶的行为，互我无阁看到恁伫做歹。着学习行好，着追求正义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着为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上主讲：来，咱来辩论。虽然恁的罪亲像朱红，还会变做亲像细叶白；虽然亲像乌豆红，还会变做亲像羊毛叶白。恁若愿意听叹，恁会当食土地出产上好的物。毋过恁若毋顺叹，反叛，恁会受刀剑吞灭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。对倒的城，本来忠诚的城，竟然变做娼妓。以前城内充满正直，公义伫内面徛起。今仔日住伫遐的是杀人的凶手。你的云已经变做坐带，你的酒拢透水，你的官长陪伴变做贼的同伴。因拢爱受贿赂，
四界要求人送礼，因无为孤儿主持公道，官府的控诉因毋插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带领者安尼讲：啊，你诚做我的对敌，我要将大受气摒伫你顶面，我要报复敌对我的人，我要下手处罚你，我要将你的坐带练清去，将杂质拢除尽，我要重新设立你的审判官，亲像早前一样，搁设立你的参谋，甲起初相款。然后你会阁叫做公义的城，忠诚之都。耶路撒冷会因为公平得到救赎，城内反悔的人会因为公义得到解救。毋过悖逆的甲罪人会做一个受拍喙，拒绝上主的人会灭亡。恁以前所喜爱圣的上树，恁会因为伊感觉见笑。恁早前选择的园仔，但会因为伊感觉歹势，因为恁会亲像叶特别打起的上树，亲像无水的园仔，有关系的会变做火种，伊的所做亲像火星，两项做一个倒起来，无人会当甲伊拍花。